我这个新能源电动车啊，现在已经跑了48万公里了。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昨天呢，我仔细算了一下，48万公里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充电的，一共花了36000多块钱。这个电费吧，保养都是我自己啊，换空调滤芯啊，换轮胎啊，还有换机油、换玻璃水，其他的也都没有怎么弄过。我一个好朋友啊，他的油车到现在呢跑了42万公里了，他基本上是7毛钱1公里吧。这样算下来的话，油费呢就是28万，再加上这个保养修车，差不多就花了35万多了。可是呢，他每次见到我的时候，他都嘲笑我说，等我到电池的时候呢，换电池的时候得气死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答他。我现在呀都省了30多万，我为啥还要换电池呢？你们说是不是当初我的车才15万买的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啊，我想请问一下开燃油车的车主们，我的这个朋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这个话我也一直想不明白呀。